諗可能性呢樣嘢咧，除咗自己做之外咧，仲可以揾朋友或者身邊一啲嘅人可以做嘅。例如你想識一個女仔，有心儀嘅女仔，咁你可以點啊？咁你自己就通常都會諗啊，不如我打電話俾佢啦，多啲去 WhatsApp 佢啦咁樣。咁可能問下身邊嘅朋友仔咧，可能會俾啲例如啊，你不如約佢睇戲啦咁樣。最犀利咧就係你試下揾一啲同你唔熟、同你唔係同一個群組嘅嗰啲人，例如網上面嘅人啦、家長啦、老師啦，或者街邊人啦，問下有啲咩新嘅意見。全部咧對你嚟講咧都係有一啲衝擊嘅，應該。例如老師同你講喺面前讀好書，吸引佢，都要教佢讀書咁樣。我估呢樣嘢你平時應該唔會咁樣諗呢一招，你應該都係諗下點樣同佢出街玩噶嘛。先唔講嗰樣嘢係 work 唔 work 先啦，至少你多咗幾個方法。今日記住，我哋可以身邊嘅人攞得更加多嘅方法，令到自己嘅思維更加廣闊。有機會再講，拜拜。